现在每个人都有嫌疑，也都有合理的理由。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分辨。你们都是我最亲近的人，如果弄错了，冤枉了人，我这心里……不仅太子，就连我，也是左思右想，难以决断。在此，我只想告诉这个人，不管你是谁，我相信你对我们还是有些感情的。我希望你能够迷途知返，不再为吴三桂所用，助纣为虐。只要你肯主动自首，我李定国保证，既往不咎。是啊，到时候我们还是最亲密的战友，还是一家人。那现在怎么办？现在查不出内奸，对我们很危险。不要紧，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个内奸就在我们中间，那我们就静观其变。大家都忙了大半夜了，都先休息一下吧。我跟五妹也去查探一下吴三桂的动静。五妹，走。诸位师傅，我有办法查出内奸是谁了。二位这一觉睡得好生安逸。我问你们，可知道内奸是谁？什么内奸？你少装傻！这么大的事情，你爹不可能不告诉你。诸位师傅，既然已经知道内奸必定是我们当中一个人，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我要求你们每个人都刺吴应奇一剑，杀了他。等义父和武师傅回来，也会每人补上那一剑。不行，大师兄，吴三桂虽人人得而诛之，可吴应奇是无辜的呀。他不仅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还救了我们的命。是，他的确没做错什么，但谁让他是吴三桂的儿子，这就是最大的错。怎么，你下不去手吗？难道你已经为情所困，不惜变节投敌了吗？你怎么变得如此冷血残暴？为了光复大明的大业，我只能不择手段了。查不出这内奸是谁，后患无穷。我同意太子的提议。若是吴三桂的内奸，他一定不敢杀了他的小主子。谁下不了手，谁就是内奸。我也同意。大师兄，你这么做的目的，无非是想查出内奸。可如果此时内奸也狠下心来捅上一剑，那吴应奇不是白白冤死了吗？那吴应奇也不会白死，我会把他的尸身送给吴三桂，告诉他，杀死他儿子的，他精心培养的内奸也有份儿。就算这个内奸可以替自己辩说自己是被迫刺的那一剑，吴三桂也不可能放过他。娘，你不用担心，他们只是要杀我，不会为难你的。吴应奇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要是再不说出这内奸是谁的话，我就杀了你。我真的不知道谁是内奸。
我也从来不参与我父王之事。你们要杀我，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：杀了我之后，马上把我的尸身送给我父王，千万不要让倩影看见。好一个情主，我这就成全你。住手！我知道内奸是谁。王妃若早肯说出这内奸是谁，又何必大费周章？这个内奸果然厉害，到现在为止，仍然不动声色。王妃，说吧，这内奸是谁？我肯说出内奸是谁，是为了保全我儿子的性命。可是你们一个个凶神恶煞，不讲信用，在你们这些人当中，我只信任晋王。只有晋王回来，我要他发誓，确保我母子平安，我才肯说。义父跟武师傅去勘察敌情了，1个时辰之后便会回来。到时候，你要敢耍什么花样的话，你儿子照样活不了。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我虽然平时不干政，但是王爷他非常宠爱我，他处理军政大事从来不避讳我，所以我当然知道内奸是谁。那就好。我也不想杀了你儿子，让我师妹恨我一辈子。只要你说出这内奸是谁，我和义父定会保你们母子平安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但我还是要求你们给我们整理出一间厢房，我要为我儿子上药。上药在这里上就好了，收拾什么厢房？我儿子不仅手上有伤，臀上也有伤，那可是为了你女儿爱的50军棍。再说，我儿子好歹也贵为平西王府的2公子，岂能在这么多人眼皮子底下脱衣上药？三师傅，这么小的要求，答应了也无妨。正好院子左侧有几处厢房，你去挑一间整齐一点的，给你儿子上药吧。龙小弟，老大，你终于醒了，这不是在做梦吗？扶我起来。龙小弟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呀？你是不是一晚上没睡，一直坐那儿守着我呀？你还说呢，真的差点被你吓死了。太医说了，今天你要是醒不过来的话，可能就永远都醒不过来了。咱们可是对着月亮发过誓的，说要同生共死。你要活不下去不打紧，你要是朕也活不下去啊。所以，你真的一晚上没睡啊？又不是第一次，朕呢，上辈子一定是欠了你很多钱。说吧，你要怎么报答朕？啊？要不然以身相许吧。那朕就勉强收了你吧。哎呀，什么以身相许啊？要不是你打我，我也不可能救病复发。你居然敢矫诏，朕还不能打你一下啊？好疼呀！疼？宣太医，快宣太医！宣什么太医啊？不是这儿疼，是这儿疼。手怎么红成这样子呀？朕给你吹吹。
是这么个纸老虎啊，这么不经打，真得换个法子来惩罚你。其实小的时候，我偷懒不肯学习，师傅跟爹就是这样罚我的。但我基本上都。天都快亮了，义父跟武师傅怎么还没回来？大师兄，秦氏执意要等大师傅和武师傅回来才肯说出内奸是谁。会不会他想指认的凶手就是武师傅？混账！不许妄言！叶师弟不必着急，过不了多久，真相自然就大白了。太子，秦明突然发起了攻击。我虽然在外面布置了很多计划，但是他们人实在太多了，我怕防不住。上面！给我上！你哪个地方这么跑？
王妃，王妃，撤！大师兄，吴三桂这次偷袭好生蹊跷，他明知道偷袭我们一定会危及秦氏和他儿子的性命，为什么还发动这次偷袭？糟了，我们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，回去看看。他是中了呆若木鸡散。吴三桂果然是在调虎离山，他假装发起进攻，把我们引出枪房，好方便那个内奸杀人灭口。如此说来，定是那内奸透露信息给吴三桂，吴三桂才发现了偷袭，配合内奸行动。昨夜在王府遇险之时，吴三桂曾狠心想杀了王妃，后来吴应奇成了我们的人质，吴三桂才放我们走。看来吴三桂心中，女人终究比不过儿子，所以那个内奸不敢动吴应奇，只敢杀了王妃灭口。可是，是谁有机会可以向吴三桂通风报信，又可以对王妃痛下杀手？当时，清兵从四面八方扑来，大伙都在奋力抗敌，没有人顾及到其他人的行踪。你现在至少舌头能动吗？快说，内奸是谁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你爹，吴应奇他很爱他娘亲，若他真知道内奸是谁，肯定恨不得亲手杀了他。内奸把你娘给杀了，你娘为了保护你，给灭口了。你还袒护那个内奸？难道你像你爹那样冷血无情吗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当时我娘给了我一杯水，我喝完之后就全身无法动弹。由于我臀部有伤，所以只能侧卧背对着我娘。然后我就听见外面有嘈杂声，好像是厮杀声。接着房顶上就有声响了，好像是有一个人跳下来了。之后我娘就趴在我身上，我想问也问不出来。然而我的身体又动弹不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是谁。刚才清兵偷袭的时候，大家都出去御敌，我因为腿上有伤，所以只能留下来守护他们母子。我当时也听到屋顶上有响动，但是却无法分身进屋查看。想来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内奸由屋顶进入，杀了王妃。这个内奸为了方便行动，不想让吴应奇认出他是谁，所以先在秦氏的水中下了呆若木鸡散。此前呆若木鸡散的解药已经泄露，这就再次证明，这个内奸是我们最亲近、最可信的人，也就在我们这几个人之中。只有他不见了，所以他一定是杀人灭口之后就逃回吴三。
这内奸真是武师傅，可我觉得武师傅不像内奸。那你觉得我们几个中间谁像内奸？内奸的脸上又没有写字，何以是的？我也不想怀疑是他，可是偏偏他不见了，我也不得不怀疑是他了。不，内奸不可能是武师傅。为什么？你那么相信他？老五，武师傅，这是我和义父，还有武师傅，为了查出内奸而设下的引蛇出洞之计。太子，所有人都盘问完了，还是没有查出谁是内奸，你看看如何是好？义父，我有一计，可以引得内奸现身，但是需要武师傅配合。何计？义父，你看，若让武师傅假扮秦氏，足可以以假乱真。我们不妨让他跟秦氏互相易容，互换身份，然后你们进来的时候，你们看到的王妃就已经是武师傅假扮的了。当时王妃为了保护吴应奇，也答应配合。只是她虽然假扮成了武师傅的模样，言谈举止还是容易露出破绽，所以义父才借口要出去勘察敌情，把王妃带出了大殿。大家也都累了，都休息吧。我跟五妹也去查探一下吴三桂的动静。五妹，走。难怪刚才王妃死的时候，吴应奇一点都不伤心，连一滴眼泪都不掉。大师兄，难怪你当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原来是为了引出内奸而设的计谋。我收回刚才对你说的那些话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小师妹，你我本是兄妹，不必说这些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我的计谋竟然害得吴师傅丧命。大师兄，你也别太难过了。我们大家谁也不会想到，吴师傅竟然中了呆若木鸡散，以至于连还手的能力都丧失了。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。内奸要对付秦氏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，难道还用得着下呆若木鸡散吗？难道那个内奸已经识破了我们的计划，知道秦氏就是唐一手所假扮的，那他就应该静观其变，为何还冒险杀了唐一手呢？有这个可能，只是现在不仅没有查出内奸是谁，还害得吴师傅无辜丧了命。秦王，那现在我娘身在何处啊？娘，晴儿。
诺小弟，我能不能不吃药了？你看我好了，真的好了。不行，这是圣旨。可是我哥说这种药根本没用嘛，我的病喝这种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谁说没用的啊？昨儿夜里要不是朕口对着口帮你渡药，只怕你今儿就醒不过来了。口对着口。那也就是说，你昨天哭了？啊？你不是很难动情的吗？你最近怎么这么容易哭了？朕没哭，谁说取龙珠就一定要哭的？这你自己也说过呀，一碗辣椒汤足矣啊。二位且慢。二位，你们已经在这破庙里困了一夜了吧？想必早已饥肠辘辘。我们王爷说了，让我专门给你们做了几样好酒好菜，当然，也希望你们能够善待侧王妃和二公子。去，去。夫人，千影，吴三桂派人带了一些酒食过来，我验过了，没毒。我也吃过了，你们过去吃点吧，这里我来守着。走吧，倩影。倩影，你先自己去吃一些，然后再给他们带回来。虽然我跟他们是不共戴天的仇人，不过我们也没有必要虐待他们母子。走吧。你真的死得很冤。那剑偷了我的带入木击伞，先把你毒倒，要不然依你的武功，就不可能把你一刀毙命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为你报仇，查出谁是内奸。
你要做什么？你这个小狗贼，用冰肌血肤膏把我的女儿骗得如此死心塌地。今天不把你杀了，我女儿这辈子一定会毁在你的手上。但是你若杀了我儿子，仅凭我一人就很难威胁到王爷。那有何难？虽然唐一手已经死了，可他易容变生的绝技，太子他们都已经得到真传了。我只需要把默生易容成你的儿子，就能骗过吴三桂。樊先生，你若是就这么把我给杀了，倩影一定会恨您一辈子的。我情愿他恨我一辈子，也不想让他后悔一辈子。受死吧！住手，樊先生，我有重要的机密之事要告诉你。娘，你现在就要说了吗？若再不说，你就没命了。四师傅，叶师弟，多谢太子，谢谢你们辛苦了。1个时辰以后，我过来换班。给。你来做什么？我们平西王给你们晋王写了一封信。撤！吴三桂说了什么？吴三桂说他有要事与我相商，诚心要我过去赴宴。靖王，你不能去，要谈在我们这里谈，你不能去他军营。无妨，吴三桂的侧妃还有他的儿子都在我们的手里，他不敢把我怎么样。就算他是鸿门宴，我也去定了。吴三桂为而不恭，左爷又吩咐手下不可杀了我们，要活的，显然是另有企图。所以义父此去，应该不会有性命之忧。太子，你果然机敏过人，乃我李定国之信。他若日后太子也能够胸怀若海，不计较个人得失，那就更是我大明之幸了。义父今日这话，似乎话里有话，真的是令人费解。你呀，真是要把朕给吃穷了。现在可以喝药了吧？哦，快点儿！哎呀，你怎么吃个药都这么麻烦呀？那你小时候病发，家里又买不起这些东西，那可怎么办呀？很简单啊，捏住我的鼻子，使劲往里灌呗。这个办法好，那朕以后就这么对付你了。但是，我喝进去以后，就会把药全都吐出来，因为药实在太苦了。这个时候啊，我的猪哥哥看我难受，就会上山帮我采很多野蜂蜜。但野蜂蜜没那么好采的，每次他采完以后，满脸被叮的都是包呢。李爱卿对你是真好啊。说实话，朕也想有这么一个哥哥，可是在这紫禁城内，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是靠不住的。吹
桥两岸，时光催尽放可叹，一生的愿，将心留于人世间，手握乾坤，仙风女子在云端，花开之间，留蝴蝶掌心清泉，天与地开在眉间，叹千秋万事还原，心中细流，回远方清泉，回首一生路漫漫，天与地开在眉间，叹千秋万事还原，书几许情愁。